我哋包點先好嘛 ？A1 包點呢個蜜汁叉燒，一包入邊4個裝，大個嘅，入邊啲醬汁非常之濃郁，非常之鮮甜啊！呢個啲啊，啱啱已經好多朋友仔落單嘅，加2、加3、加4，冇難度呢個啊！講緊幾錢啊？一包28蚊，有4個位，7蚊個，大個嘅叉燒包，唔該打 A1 加數量 ，A1 加數量，叉燒包就咁隔水蒸，唔使解凍，10至15分鐘搞掂 ，A1 加數量啊！好，跟住啦 A2 呢一個又係啱啱好多人買嘅，呢一隻咧係一個合桃嘅一個合桃包呢個啊，爆醬合桃包入邊啲醬係非常之正啊，有朱古力醬啦，亦都會有個啦嚇，咁啊松子仁啦，再加埋啦入邊咧仲會有一個啦嚇，咁啊芝麻黑芝麻喺度啊，非常之養顏美啊，咁啊養生嘅呢個對啊，同埋啲醬汁咧係微甜啊，加埋啲朱古力醬咧係好特別嘅，同埋合桃嘅香味好濃郁，係啦。係啦，好食啊呢一個，仲有低糖嘅白低糖白朱古力㗎，微甜食得健康嘅，大家留意啊！想試下嘅朋友，麻煩自己打 A2 加數量，都係28蚊，有4個圍起嚟7蚊個，大個㗎，大個㗎，原來好正㗎，試下佢啦呢個啊！嗱，自己落咗單先啊，因為我驚重播先買唔到啊。跟住你再睇翻重播啊，蒸咗之後搣開入邊個醬汁有幾咁爆醬，有幾咁好味咯喎！好 A 幾啊 ？A2 加數量 ，A2 加數量啊！邊買 A2 啊？邊買好，再嚟啦！黃金爆醬流沙包啊，係啦，咁啊奶黃啊流沙包啊呢個奶黃流沙包超正啊！你一搣開爆出嚟咁嘅感覺，好似鏡頭嘅畫面裂開咁啊，好鬼正啊！呢個係啊，呢個係真係流沙，呢個基本上係流心流沙嘅嗰對啊，都係4個裝28蚊，有4個，仲要係大個飽肚之餘又好味啊！濃郁爆醬嘅流沙包，唔該打 A5 加數量 ，A5 加數量。想知道有幾正嘅，麻煩自己睇翻重播。但係好想食嘅，唔該打 A5 加數量先，加2、加3、加4，自己打1、2。